分享书看客家网络學院，每日一行業新聞，公司協力，屬富先人故土，希望將自西路轉到菜地經營，長久發展。將自西路大約有380公里安長，對桃園龍潭到台中東市，寫下中原大雅，寫下同客家民族嘅歷史喜樂。客委會同台辦千里葡萄協會公司協力合作。自2022年起是成立9個工作站，透過舉辦葡萄會議、體訓課程，接待國內外團體各地期間相互幫襯，持續提升工作站服務技能，推廣將自西路國家綠土，涵蓋帶起周邊產業同經濟發展，一條路保留過去年合族群接觸嘅路線，係代表台灣大航海時代、大歷史邊境嘅腳跡。每個恩人同祖先之間嘅路，希望將自西路唔但창開一條康健嘅客山山路，每個一種用身體去尊敬祖先、體驗文化嘅全民運動，未來將進一步推動地方長久發展。以上係客家網絡學院嘅報道，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行語，就是山路，將自西路。係同祖先之間嘅山路，將自西路係同祖先之間嘅山路。唔好會問，下禮拜怎來了？